南投县各中会考的成绩，最近这2年来呢，成绩愈来愈好。为了表达对这会考成绩真好的学校用心教学的肯定，包括旭光、草屯、丰仁甲民间各中，由县长林明珍进行表扬，并且颁奖10万块的奖励金。南投县长林明珍发奖状和10万块的奖励金，肯定4间学校教学的成效。 配合县府提升教师专业能力和活法教学，帮助学生学习。连续3年成功提升全国各中教育会考的成绩。如果学生对学习有兴趣，产生兴趣我相信他的学习能力会提高所以我们要用爱的教育。教学理念是袂放弃任何一位学生，透过人力分组、团体战等等的方式，提升学生学习的效益。 今年会考成绩所下就进步真多，整体成绩除了6道以外，自12名进步到11名。拔尖扶弱、固本中坚这样的策略，把每一个小孩子都带上来。我是鼓励孩子，只要敢问，只要想要，全世界都会帮你。 旭光高中嘛表示，学校是完全中和学区的范围真宽，学生生活环境差真多，所以透过补救成根教学，善用天文馆、科学中心等资源，来提升学生学业的能力。办理一些语文竞赛，英语或是国文或是学业竞赛，或是科技各方面的一个补充。 虽然教育资源无法度和多市的学校相比，各学校用心按照环境和学生的特性调整教学方式，唔望让学生有好的学习环境，会使有优秀的表现。